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就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79篇，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79篇，上帝啊，外邦人侵占你的领土，拍拉散你的圣殿，互耶路撒冷变做荒废的所在。因将你奴仆的身躯交互空中的白鸟做食物，将你圣的子民的肉，互地上的野兽吞食。因伫耶路撒冷周围流你子民的血，亲像在拼水，嘛无人甲因埋葬。阮受到隔壁国凌辱，互四围的人冷笑讥刺。上主啊，你的受气要偌久？减要到永远？你的大受气亲像火，要到偌久？求你将你的受气摒落伫遐个毋捌你的外邦，以及遐个无求叫你的名的列国，因为因吞食雅各，互伊徛起的所在拍远。求你毋通因为阮祖先犯的罪刑罚阮。求你将你的慈悲紧紧施落互阮，因为阮陷落绝望的地步。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赦免阮的罪。那要互列国讲，因的上帝伫倒位？求你为着你奴仆流的血伸冤，互外邦人知，搁互阮亲目看见。求你互受犯的土气透到你的面前，照你的大权能，保存受判死刑的人的性命。主啊，阮隔壁国对你的凌辱，求你加添7倍幸福因。安尼，阮做你的子民，你草场的羊的人，会感谢你到永远，称赞你的名到万世代。今天这首诗篇第79篇，它的背景和我们所读过的诗篇74篇非常的接近，那都是在列王记下的第25章，也是主前的586年以南国犹大王国时候所写的诗。相关的背景也可以在耶利米书的第52章以及耶利米哀歌的第5章。那特别呢，在今天这首诗篇当中的第6节、第7节，也被耶利米书第10章25节来引用，所以和耶利米书大约是在同时期的时候所写的诗。那这一首继续是亚萨的诗，那这首诗的主题是一个为国家祷告，而且呢，国家遭遇危难，向神来祷告，求神来解救这个国家所遭遇的危难。这首诗只有13节，我们可以分为3段来看。第一段是从第1节到第4节，讲到了这些外邦人，在这个国家以外的外邦人，就是没有侍奉敬拜上帝的国家，他们亵渎神的行动。1、2、3节，神啊，外邦人侵犯你的产业，玷污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废墟，将你仆人的尸首交给天空的飞鸟为食，将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走兽。耶路撒冷的周围流出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在1到3节当中讲到了到第4节，我们成为邻国羞辱的对象，被视为的人嗤笑讥刺所以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变成废墟，然后圣殿被玷污，甚至上帝的子民、百姓、仆人，可能是祭司、大祭司，这一些在圣殿服侍的人，身尸首遍野甚至还在荒郊野外给天空的飞鸟成为食物成为地上走兽的食物。那第3节讲到耶路撒冷周围流出他们的血，如同水一样，所以血流成河，甚至无人埋葬。那整个国家呢，已经被攻打、被灭亡，甚至成为邻近国家羞辱的对象。而这个以上帝的名所立的国家呢，到今天，那他们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在外国人的面前站立不住。那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天造成的，是其来有自，是因为他们先离弃了神，而上帝就要来管教他们。而第2段呢，是从第5节到第10节，在这一段呢，是诗人还有这些还存活的人他们的祷告。第一个是求神解救，第二个呢是求神来停止他的怒气。特别呢，不是只有停止怒气，还有当上帝的子民的国家遭遇羞辱的时候，求上帝来为以色列来伸冤。
第五节，耶和华，你发怒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的记恨要如火焚烧吗？求你将你的愤怒倾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万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将他们的住处变为废墟。求你不要记得我们先前世代的罪孽，愿你的怜悯速速临到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让列国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求你让列国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那从第五节开始，诗人还是知道，虽然上帝生气，但是他知道上帝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好，那所以他也求上帝不要再愤怒，而这个愤怒呢，不是只有在上帝的子民，而是甚至也在这一些来毁灭攻打上帝子民那不认识你的万邦和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好让上帝的子民的百姓成为废墟啊。所以第八节也祈求说，求你不要记得我们先前世代的罪孽，好，也是求神饶恕，好，因为他们从祖先就悖逆。昨天我们读的这个诗篇78篇，也可以看到，好，这个从出埃及一路到大卫被上帝所拣选，那上帝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看着这些百姓，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还是根本就没有信心，也没有行为。那求上帝除了怜悯之外，好，那他们在非常卑微的时候，只能够呼求神，求拯救我们的神，因你名的荣耀来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诗人，好，那他也落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好，那从耶利米书，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也为他的国家来祷告，好，甚至上帝还禁止他祷告，不让耶利米祷告，所以耶利米真的是憋不住，非常的痛苦哦。好，但是在耶利米书，在25章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上帝其实很快就回应了。这国家都还没有被灭亡的时候，上帝已经让耶利米预先知道信息，就是上帝已经定了70年的时间。好，这70年之后，上帝就要让他们被掳归回啊。好，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境当中，当国家被灭之后，好，外国这些不不认识上帝，好，不侍奉上帝的国家，好，他们还笑说：你们这一些以色列人的神明在哪里？所以这个诗人祷告，求上帝来伸冤，好，特别好这些上帝仆人所流的血所受的冤，好，求上帝来亲自来拯救，好，亲自来施行审判。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那除了在79篇，好，诗篇42篇的第3节，诗篇115篇的第2节，好，也都有同样好的形容，就是他们啊让上帝的名受羞辱，而他们没有办法来荣耀见证神的名。好，那最后一段是从第11节到最后第13节，这一段讲到最后的祷告，求上帝施恩典。那前面是说求上帝不要再生气，最后求上帝施恩，让上帝的子民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称谢他，来赞美他。第11节，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求你以强大的膀臂存留那些将死的人。主啊，求你将我们的邻邦所加给你的羞辱7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子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那我们不要忘记这首诗，是一首亡国诗。好，在国家灭亡的时候，好，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希望的时候，好，但是诗人他已经做了一个祷告，好，已经看到
上帝好最后掌权，好最后这个公义还是会回到上帝的手中，还是会还给上帝的子民，公道。虽然他们受了冤屈，但是他们也是罪有应得，从他们先前世代的祖先所留下来的罪，到他们自己本身没有走在上帝的道中，但是他们也知道上帝必伸冤呐。好，所以愿那些被囚之人，好，那就是指这些被带去不自由，好，就是被掳的人，好，那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好是叹息，好，那也求上帝把这个以强大的膀臂哦，好，因为这些被囚之人好像被带到国外地方，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他们好像是那些将死的人呢、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可能没有机会再回到故土。好，不过后来我们看到，真的70年满的，好，第一批回来的所罗巴伯所带领5万人，当中有很多人其实都是从耶路撒冷被带去，只是70年后呢，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好，那他们能够回到故土也是很难得的事情。而他诗人祷告，求你将我们邻邦所加给你的羞辱，好7倍来归还呢。好，所以创世纪的第4章，这个上帝为了保护该隐，好，也说防杀该隐的必要受7倍的惩罚。好，所以这个7倍，好，也是指完全，好，就是现在他们所受的苦，好，那也求上帝伸冤，让这个更加倍的苦呢，好，都报应在这一些外邦邻国的身上。从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外邦邻国，好，大概指的就是指以东、摩押、亚门，这些可能都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和后裔，都是上帝的百姓，原来应该都是上帝的百姓，他们却不认识神。而当上帝7倍的来奉还的时候，这样你的子民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好，虽然这件事情不会在诗人那个年代、那个世代就发生，好，但是呢，在历史当中，他们也不断去等待上帝的时间，等待上帝的作为。所以今天的诗篇79篇是一个求主来解救国家的一首诗，也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在国家灭亡痛苦的时候，好，那他们所做的反省。特别在第8节、第9节，好提到他们的认罪悔改，真的，上帝把他们降到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但是也在这卑微当中，他们的心才会回转，他们才知道要回转向神盼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拯救。我们也都曾经是到这个阴间，到这个谷底，但是主耶稣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那罪恶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草场的羊，而我们要来称谢神，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神的话，直到万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所救赎，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搭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在罪中，也不在死亡阴间当中。我们知道，当人陷落在罪恶、悖逆、不听神的话当中，那个道路、那个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惊吓就是永远的沉沦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让我们能够成为得救的子民，成为有福的儿女，也盼望让我们在各样子的罪恶的权势当中，让我们能够穿戴是全副的军装，能够以真理的带子来束腰，也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光明中，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祈求、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好，大家平安。